车台湾看世界，来看美国的总统拜登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，预定伫15号来举行着会谈。这是日本的报纸《日经新闻》的报道，讲美国一个大官昨来透露，拜登14号要到旧金山参加着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峰会。若是到时阵，拜登甲习近平来会面，这将是两国的元首为去年11月以来第一届面对面来会谈。美国希望这美国甲中国的高层会当保持沟通，避免因为误会、地区军事的冲突，或者是双边的关系来恶化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